继续回来报我上红新春特别节目的现场，大家好，我是向慧玲。您即马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北部地区，请听 FM 98.5报道新声；高雄屏东请听 FM 96.9主人电台；花莲地区请听 FM 90.5希望之声。新的一年呢，大家一定爱找时间去庙里，也是私人呢拜拜祈求呢。新的一年呢，不管是伫咧财运啊、事业啦、家庭啦、学业呢，各方面拢会当顺利圆满啊。但是不管去倒一间寺、倒一间庙拜拜呢，一定爱记住，一开始呢，一定爱先伫外口拜咱上界大的天公伯啊。其实天公伯啊，足慈悲的，只要呢，咱有啥物小小的心愿，还是有啥物代志要祈求呢，拢会当甲天公伯啊讲，伊一定拢会当替咱达成心愿，心诚则灵哦。所以讲，不管新年呢要安排啥物款的行程呢，一定爱记住爱去庙里，还是寺里拜拜祈求平安哦。为大家介绍新专辑内底其中一首歌，叫做《为爱牺牲》。会西，冷风对面吹，孤单一人袂着情人节。异乡的城市，浪漫的花，红红玫瑰等待来滋味。为了爱，无顾一切。代价，为何幸福变成别人的？伤心的酒一杯一杯，爱你的心袂后悔。自由有多，孤单有多，只有用酒来赎罪。为爱通过，为情痴迷，三面海誓拢是假。金影无人陪。酒来赎罪，为爱通过。
报道我上红新春特别节目，我是向慧玲。今仔日呢，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旅游景点，就是在中国浙江的普陀山。然后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呢，其实它就像一个岛，你就坐船过去遐，然后呢，其实它那个岛上面呢，大大小小的寺跟庙呢，差不多有100几间，所以说呢，一整天从很早的时候就要开始拜拜。规天呢，你拢会伫迄个岛内底呢，大大小小的庙寺，你都会去拜拜。我感觉呢，这是一个亲近、沉淀自己的心灵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因为去到遐呢，你也没有时间呢，在当低头族看自己的手机，你就会很诚心诚意的祈求菩萨，甲菩萨讲，希望呢，菩萨能够来帮助自己完成什么样的事情，完成什么样的心愿。其实呢，你不用许很大的愿望，你只要跟菩萨讲说，我哪有时间一定会再回来给菩萨，感谢菩萨保庇我一切顺利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自己心灵放松又很棒的一个景点，推荐给大家哦。既然讲到菩萨，讲到佛祖呢，就要来介绍这首歌呢，张志峰老师所演唱的《七刚》。听说这首歌呢，它的 idea 呢是来自于上帝创造人的故事哦，大家好好听看嘛呀。一天，心烦意乱愈苍苍，离开你第二天，心地石头这呢重，离开你第三天，忍受痛苦甘愿，第四天，爱恨交错敢是错乱，第五天，我世界走找你的人。第六天，我怨天怨地间，抱着人生的气概，我悄悄送关怀，你的强忍，将要搬落的目屎，面上结对你的爱，我听在心内，爱情。我予你打败，我也祝你幸福，过着美满的将来。你若知，我会重新振作起来。开你头一天，心烦意乱愈苍苍，离开你第二天，心地石头这呢重，离开你第三天，忍受痛苦甘愿，第四天，爱恨交错敢是错乱，第五天。我世界走找你的人，第六天，我怨天怨地间，抱着人生的气概，我悄悄送关怀，你的强忍，将要搬落的目屎，面上结对你的爱。我听在心内，爱情我予你打败，我也祝你幸福，过着美满的将来。你若知，
我会重新振作起来。抱着人生的气概，我笑笑感官欢喜，日日强忍将要跋落的目屎。人生结对你的爱，我听在心内，爱情我予你打败，我也祝你幸福，过着美满的将来。你若知，我会重新振作起来。